根据统计，台湾医生平均51.5岁，目前要咧看诊的医生年岁上大的是103岁，急诊的医生平均44.6岁上少年，那妇产科医生56.7岁上老。为了替孕妇做产检、扣囡仔，妇产科医师差不多24点钟待命。那工时长、风险高，搁爱不时面对患者告医，所以部分少年医师无愿意做。处理妇产科医师变作是西医所有的科别内底，平均年纪上大的达到56.7岁。年轻人他希望他的生活品质，他不可能24小时，或者是甚至1年365天都守在这儿，不可能。根据医师工会全联会订立资料显示，台湾医师愈来愈老，平均年纪上老的除了妇产科以外，都是家医科54岁，上少年的是急诊科加放射肿瘤科46.9岁。咱国医师平均年纪是51.5岁。目前也搁伫咧救人的上老医生是103岁。不管是医师而已，其他的年长的人，有的到100岁，他还是头脑很清楚，身体很健康。像这种状况下，他去看诊，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医疗涉及高度专业，所以其实除了继续教育以外，医事司也应该要去盘点一下各专科人力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医师工会全联会是讲，全国医师差不多是5.5万人，台湾医师不是无够，是各科别严重无平均。亲像个人生育率降低，儿科甲妇产科医师影响上大。建议政府应该针对特殊科别，互因奖励，互少年医师愿意做。卫福部是讲，医师无退休年纪限制，目前是透过6年1届的医学课程，通确保医师会当提供正确的医疗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